后来，来乡亲啊，真好康哦！打来参去西亚市，政府嘛要提钱互咱开。行政院为这个月开始推出秋冬旅游的补助，在国内自由行，带妹一间补助1000，每一个人补助1届。若是到外岛，搁甲你补助1届。讲即摆搁加码10亿，推出第2波的补助，总共有11大项的优待。其中有一项就是要发200块的所费，互咱去西亚市。9月16开始实施，一直到今年的年底。西亚市一面行一面食，经济部要送200块红包，予自由行的旅客去消费。这第2波的秋冬扩大旅游补助方案，总共有11大类型的优惠，包括经济部针对自由行旅客，每房是发200块夜市抵用券，客委会600块电子礼券，会使伫70个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的餐厅消费，或者是买伴手礼。另外，原民会认证的店家消费是用台湾配来付费，还佫会使摕到500块的电子券。过奖咧，嘛有2个人同行，1个免费。65岁以上的长者免费参观的好康，有加对9月16实施，优惠一路到年底。一个人上最会当省1300块以上。这个是我们的4人房。佮再加上9月份上路的头1波秋冬国民旅游补助方案，自由行带房咧，每房是1000块补助，也佮有针对儿童的6项优惠。交通部大手笔开46亿以上，就是要甲旅客对国内旅游市场的冲击降到上低。